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福喜来嘅，我係吳依容。今日我哋來到現場嘅貴賓呢，係來自新竹，也算係高雄人嘅采美畫家陳介明先生。研究呢喺美濃客家文化館有展覽喎，我哋今日都有請佢來到現場同我哋來分享。歡迎陳先生。主持人好，各位客家的鄉親，大家好，我係新竹的陳介明。歡迎陳先生來到我哋嘅現場。陳先生雖然是新竹出世，不過唔喺台北待，然後後面做兵就來到高雄當兵的時候，對，所以其實算係高雄人咧，應該算，因為我在高雄住了46年，在台北只住20年，所以住高雄的時間比較長，算是高雄人。老師最近呢喺高雄嘅美濃客家文化館有辦一個展覽，所以同我哋小姐介紹一下，要辦嘅展覽啊，有哪度乜嘅作品？這次展覽是在大約2年前就開始籌備。那因為美濃客家文物館它的那個高度，還有它的寬度大小，很適合我的作品。原因是因為那個高度我的畫就畫得太長，在文化中心，它要畫都會拖地，所以就不太理想。那我就本身畫的就是喜歡畫大張，會比較嚇人，大概是這個意思。那因為這個我對畫畫是每種畫我都很喜歡，那是因為從小的時候應該是說很喜歡看漫畫那我的爸爸的一個朋友，他就認識那個漫畫社，那就先是帶我到那個漫畫社去看，然後之後就11歲就開始學畫所以我畫的東西項目很多因為你只要會畫某一種，然後再轉某一種畫，其實不難，它只是同樣就是要懂得那個技巧怎麼變化而已。所以這一次展出的作品是因為客家文物館他說能不能幫我們畫美濃的特色風景。那我是想說，這個全部都畫美濃的話，我必須重新來過，可能要準備會來不及。所以我就問說，可以不可以我大部分的是什麼畫作？然後就其中他說至少你要給我1/6是美濃的題材那我就從那個選了一些美濃客家妹穿藍衫拿紙傘，這是一個典型很代表的那有畫那個美濃的風景，就是田園風光三合院因為有一天因為我們是住在那個2樓。有一天早上，我看到外面的那個火燒岩，一般火燒岩都是在傍晚。我看到那個火燒岩很漂亮，我就趕快叫我太太去照相。照相之後就畫下來因為它那裡就是靠近美濃嘛，那也是屬於那個美濃的特色之一。要拜老師的展覽連你嘅父娘、你嘅家妻子跟莫爺女兒的畫也有一起展出，係咪？因為我準備的作品不夠多，所以我就問那個主任說，能不能也拿我女兒的作品來參展？其實說我太太的，她只是畫1張而已。對，那個我女兒大概有7、8張，她有7、8張的作品。她因為她是學工筆的，所以她都是畫工筆畫。因為我是比較老花眼所以我只有畫那個寫意的，好像那個山水啦，或者是這個牡丹啦、荷花啦、梅花、菊花這樣子它就使用眼睛的那個部分，就是會輕鬆至少有4/5那麼多所以工筆畫對我來說我原先是以工筆畫為主，那後來就因為眼睛目前大概是老花400度所以這個
画工笔画对我来说是很吃力。哦，啊，老师头都有讲到，你很喜欢画董太总对不对？很喜欢吓人。对。为什么？你很喜欢给自己挑战，是不是？因为你画山水，如果不够气势的话，你表现不出它的壮观。当然是，跟功力也有关系啊。人家功力好啊，小张就可以表现得非常的美啊。但是我是想说，这个大张啊，有些大公司啊，它的那个墙壁非常大你挂个小小的，有点显不出它的气派。那画大张的话，你可以在上面挥洒，你就会觉得好像是越画越快乐，心花怒放。跟画花卉也会这种情况。越太早越快，安尼系咪？咁比起来，今天欣赏带来的就是你很小的作品咯，很小的，而且那一个达摩祖师啊，他是我今天早上才开始画的。因为我刚好有那么一个框，那我想说我的作品呢，这是最小的。左边这个是最小的这个现在变这个是最小的。对，那因为你要拿那个大的作品呢，很不方便。那我就想说，这就用这个当场画。那因为我很喜欢画达摩祖师啊，原因就是因为我也比较接触到很多这个佛教的大师们啊，佛教徒啦，他们对这个达摩是属于禅宗的嘛。禅宗的，那又很喜欢他的那些禅宗的诗句，那画的他像这个达摩，你现在看他，你看到他，他就看得到你，这是一种方式。你站在后面，你只要看得到他，他绝对看得到你。那是一个方法而已，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哇，就是让画个热腾腾的，早上画了，给明夜待了哪一部发啊？像这个比较小的作品，老师大概会画一久，多久可以画好？像这一幅我画的时间刚好一个钟头，1个钟头。但是我在客家文物馆表演的是这个的，比这个还要大，10几分钟。原因就是他的胡子可以大笔的刷然后那个气势也很好。那有时候你小张画还不如大张画来的速度快，因为那个胡须它要慢慢点。对，这种如果画个够优比较细一点。刚老师其实佛像神像是比较后不会让画的，一开始是应该山水花鸟比较多，还没？对，早期是都以那个山水会比较多。原因是跟那个日本人买的那个作品有相关。那日本人订什么，我们就画什么那时候是因为外销日本的那个数量蛮大的，那他要的作品就是不是很精致，但是就是要达到他要的水准，然后那个速度要快好，才能够换那个金额会比较多。老师能不有那个机缘外销画？应该是民国62年的时候我是11岁就开始学画嘛。那62年的时候，刚好那个日本人他原先是跟大陆那边订货，订一些绘画他们日本人订的画作有什么松鹤，他们很喜欢松鹤，然后有一个太阳表示日本的国旗，他听说他们鹤有救过日本的军队所以有那么个故事，所以他跟我们订的画作里面就是有他固定的一些题材那山水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因为是他之前跟日本大陆订货然后日本人就转向台湾买了一段时间，大概民国我是62年开始接这个外销的到民国64年我就到海军了。
他那个工作还是继续有，外销日本的工作还是继续有，但是我就在军中没有办法做那一些事情，所以应该是中断。中断之后呢，因为我教画的关系，教他们画的关系，所以就累积了一些经验。那我懂得生活会教画就改成不卖画教画来维持生活。俺们对于一开始来讲好如果老师你是从小就好画图，小时候就很爱画图。对，你讲看漫画。对，我有点难想象如果你小时候是看什么漫画？有没有漫画好看？那个以前有那个什么，有一个叫做陈定国他都画那个古代仕女也有画什么包公啦，也有画《西游记》啦，就是一些历史故事那还很有名的就是叫做四郎真平对，就是小孩子大概就像现在的小孩子很喜欢打电动的那个意思一样可是我那时候小时候穷大概1、2年级就看得懂字，虽然不多但是就是觉得这个很喜欢都会跟同学借来看，好像是一种娱乐，就跟到某个年纪去看电影的意思一样。那因为看漫画对这个画就产生非常大的兴趣，会去临摹你看到一个你喜欢的假设说他画个包公我也喜欢画包公，因为那个民间故事就会讲包公的那个正直啦包青天啦或者是关公啦就是那种我们画画会这样子。你如果画刘姥姥刘姥姥进大观园，你就要看《红楼梦》。对，你如果要画关公，你就要看《三国演义》你才可以把他的那一些精神把它融入画里面，要怎么去把他的那个神韵给它表现出来这那个都会有一点相关。懂神奇呢对，刚刚呢了解下题目，相信观众朋友如果对先生伊画图的故事感觉过好奇我们了解下个多进来节目现场。欢迎到这来福喜来嘅现场，我哋今日有请到位来宾係台湾画家陈介明先生。多先生讲到係万世坤漫画，四郎与真平包公也的，如开始想要临摹。你讲是不是小的时间就开始好画图？是跟着老师学画图吗？我小时候是11岁，应该是他小学5年级左右。因为那个喜欢画画的原因，所以我爸爸带我去台北有一个叫做孙逸仙纪念馆，在中山北路的桥底下，那里有一个救国团，他在教很多才艺活动。那刚开始我是学素描水彩，因为我也分不清什么画国画之类的所以彩墨。那之后呢画那个素描水彩之后呢，就看到人家画油画，我想说那个就是画的一种，没有，那时候还没有看到彩墨，那我就学，学的时候觉得那个油漆味我不习惯，油漆味就是闻了会头有点晕，又看到别的班又用毛笔在画画，因为那个上课的他的班次很多嘛，那又不是一直在画，就会东逛西逛，看到了我就很惊讶。我想说，以前小学的时候要写书法，那是用毛笔写书法，我那个就是在那里涂鸦一样的字那我就觉得这个用毛笔画画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之后就去那个礼拜六啦。礼拜六下午，礼拜天有空就去找那个彩墨画的老师。
那我老师是1949年的时候撤退来台湾的非科班的老师啊，有3位啊，知名度还算是蛮高的啊。那学了之后就觉得这个是我喜欢的，然后我就一直不间断啊，一直不间断的，然后都学，除了读书之外就是画画，那一直到这个17岁的时候，因为那个应该是民国61年还是62年忘了，就开始有人订外销日本的画。那我一个人画的那个量有限，他要的量非常大，那就教我们邻居有兴趣的啊，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大我2岁、小我2岁、少我1岁的，男男女女都可以来学啊。因为那个他的画法就是他给你一个样本，然后你只要教一教，很快就入手，大概差不多3个月就可以赚钱了。哇，对，因为他的那个我已经画了，算起来已经画了11岁，画了6年了啊，6年等于是像当兵当多人家1天就是就是那个长官了啊。所以这个教画之后呢，就后面就一直接着有销日本的生意算是蛮不错的啊，收入蛮不错的。他们学画的学这个卖外销的，他画了我也可以交差，我也可以有多赚他的钱啊，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他去上班，如果是民国62年，我知道那个老师啊，当老师的1个月大概还不到2000块那他们画的1个月有4000块以上，哇！所以就画得非常的快乐那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民国64年我就入伍了入伍之后那个整个就因为没有帮他们接洽他们就是会画，也不晓得要卖到哪边去就这样子中断中断就是到海军服役古时候老师你17岁加哈，你都变成卢卡鱼的，很像家庭代工厂。对。哇，才17岁呢。应该17岁也还好啦，高中了嘛。后来老师去教画，如黑画兴趣，就是你真的很爱画，对，就还是很喜欢去教画。好多老师有讲到，体育有讲到，画嘅也嘅打磨哈。也利用不同安尼讲一下好吗？因为这个像梅花画梅花，我是为了要表现它下雪的那个感觉那下雪现在还有一种日本材料更棒，它是先甩了之后你画上去，你甩的地方它就留白，它就那个等于是说它把你的纸处理掉不会颜色不会吃上去那之前还没有这个颜料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预留就是好像下雪有没有那白白的地方那个树干朝上的地方它就会有留白那之后呢画完之后再甩一些白粉白色的颜料就对了那是这个那时候想说刚好有一张小纸条小张的纸就画一下这个对老师是小纸条那时候老师你讲拍摄的部分是要预留，不是后来画上去的这个在我还没买那个日本材料之前画的后来更理想更方便它就是甩的它会像那个雪花一样那你刷上去那个甩到的地方它就变白的就跟下雪很像那你如果要让它像那个下雨一样你就拿那种刷子刷子宽粗的这样子刷调那个刷上去之后你颜色一刷上去，它那个白的就像下雨一样加冲日本咯，个太意思的这一幅是因为那时候也应该是要画展吧要画展，然后就画了之后我想说这个装一个这个是属于那个花框这样子挂在我家，刚好有一个墙壁的大小为了墙壁的大小画这样我教画我会跟
学生说，你们画画要有一个设定一个地方，你家里肯定很多墙壁，很多位置可以挂画，啊，那你学了之后，大的地方画大张啊，小的地方画小张，或者是那个柱子啦什么的，那你会觉得说自己画的会很有成就感，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过年了。过年了，我已经学了一段时间，应该是13、14岁吧。那就裱了一张，以前是用纸裱，现在都是用绢布、绫布。因为那时候应该是还比较早期吧，好几十年前。那我小孩子嘛，很喜欢过年，当然是去找朋友出去到处逛嘛。可是呢，这个我挂了那张画在客厅离我的卧室隔一道墙而已。我舍不得出去玩，原因是我爸爸也很爱现，是我儿子画的啊，我在里面听，很快乐。哦，这样子，哦，你刚他都会躺阿爸提算，一直在称赞你，哦，就因为这样不想出去玩，我继续躺啊，对，哦，好有趣哦。不过要不老师你提给闽南客家文我讲啊，除了俺能看到俺那些山水花鸟的花，还有一些系列黑都有讲到神像，黑没？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机缘会画到神像呢？我原先是在6月份要在武德殿展，因为6月份5月就开始有疫情嘛，6月份封馆，武德殿就是不能展。那我就想说这个，我原先就有画那个韦陀菩萨和伽蓝菩萨，伽蓝就是关公啊，还有画天官赐福，那时候是有一年的过年的时候画的，那感觉效果不错，就是那个天官啊，后来我有把它印来送给那个好朋友，就人家是挂门神有没有？那我们挂个天官也不错啊。天官赐福。对。那因为那个天官，如果我挂画是挂在这个入口处那为什么那个天官会在中间呢？如果说以伽蓝和那个韦陀他们的身份，照道理应该是属于院长级的，天官大概是部长级而已。护法就是让疫情赶快过去，心里想着这护法会帮我这有时候人的心理作用那天官摆在中间呢，想说这个经济赶快复苏吧，看了天官你就发财吧，就是这样的原因才会把那3张在客家文物馆的一入口对，那这个我要说这个画关公，我非常喜欢画我有创作很多关公的稿子，因为就是这属于这个故事好像三国演义，它就是描述把关公描述的胡子有多长五柳须啦，枣红脸啦，拿的关刀有多重啦，那个就是过五关斩六将啦。然后因为你要把那个武功盖世的那种感觉表现出来，他肯定是穿盔甲因为上战场嘛。那个我画的之后，我看了那些资料，我就把关公，我只要是有拿书的我就拿竹简，竹简也可以拿成一卷这样子。那这个画如果说是文武装，它有那个披着绿袍，然后露出那个盔甲，这样子感觉又不一样。如果说你整个都是画那个穿着那个盔甲的话，它就是有一点是要上战场。那你如果说画他已经升天了，他穿的有时候就是那个绿袍绿袍我们再给他加一些花纹，因为他穿的那个绿袍是应该是很一般的，
上战场，那个衣服也许都破掉了，都说不定。如果研究吼，像样嘅老师伊讲到遐个画图吼，你有几多好讲哦。俺还前讲到先生，你看伊17岁就开始教人画图，教到今已经20年了哦。个古时候呢，俺哋等下了下听要继续来请教先生，伊教好嘅遐个经历，韩国有嘛个奇妙嘅事情，了一下个都转来现场。欢迎到进来福喜类嘅现场，今日俺哋有请到台湾画家陈建明先生，先生讲到几多伊画图嘅故事。俺哋还前讲到教好个17岁就开始教人画图，教到今还在教已经教了20年嘞。故说好多先生啊，冇6个时间讲，教学过程多好讲诶，系咪？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对，因为很多去报名的学生呢，他都会说：“老师，我完全没有概念。”我说：“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因为这样子我才可以教得久啊。”教得久的意思就是说吃饭就比较没问题。那我教学生，我是跟他们说，因为还得心理辅导啊，心理辅导的就是同时进来的。有的有时间练习，有的没时间练习。有时间练习的人是不是就比较进步得快？那你要跟那个比较慢的人说，因为你比较忙啊，人家比较怎么样啊？安慰他。对，那他听了也比较舒服一点。那我说有一位学生呢，55岁就开始学到85岁、86岁的时候，他手会抖，就前年才开始停止。他是风雨无阻台风天人家都已经宣布台风了，因为他上下课都是坐计程车然后我说这个我要颁发一个什么奖状给你啊？那连台风天你都不让我放假呢故说伊谈了好30年了，跟着你学30几年的很多。他都已经变成朋友因为他们就是固定的那礼拜的那一天学画的那一天，他的心就是往这边跑了，他就会觉得说来这边画的好不好对他们来说不重要，但是跟老朋友聚在一块聊天，他都快乐无比那这个当然了，画的应该30几年那个要画得很差也很难就是他就是很认真的对。那我说这个教画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画画的稿子就有时候我在打稿子的时候会修稿子。那有一次有一位那个同学，我画了一张贵妃出浴贵妃出浴我们都画的就是比较保守，那大腿露出来，然后因为那个贵妃要胖一点比较好看那我草稿打完之后太瘦了，我又画一横这样子，表示那一条线不对的我又再另外画一条线然后他就描上去了，我说你画这要干嘛？他说这上面有我说那是安怎是不是受伤了去缝的他说那怎么办？我说没关系，男生是恰龙，我们恰红那也是一个笑话然后有时候打稿子，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他看上面有任何的东西，他都照描上去然后我有时候会画圈圈意思说这里和那里是不相同的他把每个圈圈都画上去，我会记号因为我忘记告诉他们然后他画的时候，他就有东西就画，有东西就描。后来我发现他自己说的，老师，这跟他加 B 能力呢。我
说那个就是要画咖啡色嘛，不是叫你写上去的。老师就安尼冇学过的啊。打稿的意思是老师会显发那个轮廓，比如说后上的囤叶子挑手衣，对，再描，对，描了以后再上色，对，那个是属于工笔画。工笔画一定要像这个都不用打稿啊。工笔画因为它线条太多了，有时候一张画，如果说你画什么天王礼佛，那大概好几十万条线条，一张很长，你只要一条错了，那个就毁掉了。哇！所以就是不能有错误的那个问题。对，那我们画那个稿子是这样子，如果他是年轻的，我会要求他你要学打稿，学打稿子。学打稿子的目的就是说，你光是去描人家的不行。我女儿我也是这样说，你以后如果要走这一条路以艺术的画画的，你如果说都是去临摹人家的东西那价钱就不会高，而且人家一看就知道你临摹谁的，就没什么意思，没有自己创作的精神。那学打稿子就是说，我们假设是画花卉，画牡丹，你可以到杉林溪可以到河南可以到有开牡丹的地方的季节，你去拍照。其实画画它是这样子，它比较不同的就是，你如果照相，它是照单全收，什么东西都它照到什么都全部都会在里面。可是你画画，你可以把你不喜欢的把它排除掉，少了什么给它加进来，这样子是不是画画会比照相来的比较属于你的创作？那我是都会跟那个年纪比较轻的啦，你都超过60岁的稿子给他，教他，他绝对不会去想办法打稿子。因为二号那个打稿是采录是给基础都难基础有点难。如果是兴趣浓厚的话，照道理不会了。就好像是说我拿一把钞票给你，你数对了就给你，他会很认真数。那画画就是你是不是你的兴趣够浓厚？你如果是那个兴趣够浓厚，像我画画的那种，我会有那种感觉啦。我画到一幅画我很顺手的时候我连饭都不想吃。人家早说去哪里玩我都不会动心，因为那个就是有点忘我。走进那个忘我的那种感觉就很愉快。我相信有各种不同的，像唱歌的也有忘我的那个跳舞也有忘我的。那我觉得画画也有忘我的时候，就是你达到那个程度，达到那个你喜欢的程度的时候，就能够有忘我的境界。非常的ดี因为老师画图同时是你的兴趣是兴趣，又是你的谋生工具。那你20年来有没有倦怠过？倦怠不会，像这个瓶颈在学的时候会有。可是已经画了几十年了，这个大概要有什么瓶颈是都可以克服。我们画花，我们可以去看花。如果人家说你画一只蟑螂给我看，我还想想看它到底几只脚它须是怎么样那个有时候是你不可能什么都可以掌握。那像我教学生呢，教画荷花，他到那个荷花季节的时候，他会去观察。画梅花。他就说：“老师，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看梅花就会有那种，因为你要把它弄得那个比较跟实际上的比较接近的话，你会去看，那个花舞瓣到底是怎么开的，那个荷花到底是几个瓣，刚教学团创作老师有够中意哪一哈？有比较喜欢哪个吗？应该是创作会比较来得快乐。”因为那个教学总是还有一点责任感，人家都来跟你学了，你没有把那个
把一些技巧教给人家，或者是说他掌握不出什么，你就会有一点，就会很着急啊，就是没办法让他了解我的意思，他弄得像我最近教的一个固执很固执，这个70岁了，每次就告诉我，老师那个纸会晕开我说那个当然了，他就是那个性质嘛你不要告诉我说川菜怎么那么辣，那么川菜就是辣嘛那他说那有没有办法不会晕开又好看的？我说那个就很难了，我办不到那你拿那个帆宣帆宣就是我女儿画的那个绢布的那个叫帆宣。他说那个画起来没有韵味。我说对啊，你要有韵味，你就必须要用某种纸才能够达到你想要的那个要怎么样呢？去体会。那如果说是你没有那个经验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试到你觉得说很合你的那个方法，那你就可以控制。最迷想要问老师人生当中人生当中有画图一件事情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应该是说刚开始纯粹是以生活为那个要谋生，对。那后来觉得这画画越画兴趣越浓厚因为画画人家又会夸奖又有钱赚。学生说老师最值得了，他说进步最多的人，然后又有学费收讲起来好像是那么一回事。古佐老师就是没打算讲我画到一道谁如何引发一直画下去。对不想退休。画一定是继续画，但是那个退休，我所谓的退休就是不教学，就算冇教人还可以会继续画落去。对，都係一生人的興趣。對。好，非常感謝陳先生同我哋分享嘅畫圖人生，感謝。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